大家好啊，我係阿影，今日想同大家講早川千繪導演嘅印象派女孩，日文名叫 Rurowaru。成套戲咧，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啦，中規中矩，我冇特別中意，亦都冇特別唔中意呢套戲嘅。佢嘅故事啦、時代感同演員全部都非常之穩陣。但係你話會唔會睇完之後覺得哇唔得，我好中意，好中意，好中意啊？又只能講我唔會咯。我睇嘅時候咧，成日都會覺得，我明啊，我明導演你想做乜嘅，但係冇辦法喺個心底度產生出一個共鳴出嚟。而且呢個係我中意啫，咁其實佢係做得唔錯噶嘛。至少佢做到一樣嘢，就係佢精準咁樣講到俾觀眾聽。其實小朋友乜春都知啊，佢哋知道大人你哋發生緊啲咩事，即係呢個世界成日都唔肯俾一個完整嘅解釋佢哋。戲入邊嘅主角係一個11歲嘅女仔，成套戲真係喺度講緊，其實細路仔乜 Q 都知嘅。時間係1987年啊，嗰陣時冇 AI 冇 Google， 當小朋友想知道一件事或者想問一個問題，大家仲記唔記得或者想唔想象到當時佢哋要點樣做呢？所以呢套電影呈現出嚟嘅畫面，好多時觀眾都分唔清究竟係現實啦、幻想啦定係記憶。而個答案我甚至可以同你講係唔重要嘅，重要嘅係呢一個11歲女仔喺1987年嗰一刻嘅感覺係點樣。再講就會有劇透嘅內容，如果你介意劇透，我哋可以睇完戲再翻嚟；唔介意嘅話，介紹完 channel 之後，我哋就正式開始劇透內容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頻道，我哋頻道主要係做一啲影視評論，每逢星期2、4、6出片，麻煩幫手訂閱我哋。想支持我哋嘅話，可以成為禮貌小寶寶嘅一員，25蚊一個月，每個月最少會有4條會員專屬影片，亦都可以俾100蚊成為死極都死唔去嘅幸運健康小寶寶，等我哋一直陪住你一齊睇戲。女主角嘅爸爸患上末期癌症，媽媽同時要兼顧返工啦，又要照顧病危嘅老公啦，仲有阿女啦。呢個家族係注定死亡將會降臨喺佢哋頭上邊嘅家族。問題在於，當成年人其實都唔知點樣去面對死亡嘅時候，女主角作為一個11歲嘅細路，佢要點樣去面對死亡呢？女主角咧沉迷超能力，當年超能力係非常之出名嘅一樣嘢嚟嘅。超能力啦、催眠啦、心靈感應啦呢啲咁嘅嘢，即係喺電視度會有個節目講呢啲嘢嘅。咁實際上係真定假都係唔重要嘅。但係超能力、催眠、心靈感應呢個 package 係當年嘅黑色3連星。後嚟呢個女主角仲玩埋拉添。玩過人中之龍 Zero 嘅都應該知道啊，你要打電話去留言啦，然後就再同一個唔識嘅人傾偈啦，跟住就約個人出嚟啦，最後發現對方都係麻甩佬咁樣嘅一個遊戲啦吓。而女主角亦都透過電話認識到一個成年嘅男人，仲膽粗粗咁樣自己走去見佢，好在有編劇之力令佢免受於一個魔掌之下。最後爸爸終於迎嚟呢一個死亡，剩低母女兩個，佢哋兩個要重新學識點樣同對方溝通。就咁聽我講，你都 feel 到個故事係好散嘅，呢度一忽，嗰度一忽。我只可以講冇錯，佢真係好散嘅。但某程度上呢個散未必係缺點嚟嘅，而係導演想講呢個細路女嘅真實狀態。電影一開場咧，女主角已經喺作文入邊想象自己嘅死亡，仲幫自己做埋一個喪禮。對於佢嚟講，佢唔知道死亡究竟係咩嘢，佢就係知道佢爸爸就係一個同死亡不停咁樣戰鬥，但係注定最後會贏唔到嘅人。爸爸幾時死或者會唔會好返，所有嘢都唔到女主角去控制。所以佢將成件事改寫成為一個大家可以喺個作文度讀出嚟嘅故事。如果死嗰個係我，咁其他人會點呢？葬禮會有咩人嚟呢？我死咗之後，仲可唔可以見到掛住我嘅大家，又或者唔掛住我嘅大家呢？女主角冇任何方法去改變現實，
雖然其實我同你都係冇乜方法可以改變到個現實嘅，但係女主角佢作為細路，佢有佢自己嘅超能力，佢可以控制佢腦入邊嗰個鏡頭睇到啲咩嘢，用一個幻想嘅世界嚟到治療佢自己。所以女主角相信超能力係因為大人嘅語言已經失效，好似呢個世界全部人都喺度講緊大話咁樣，非常之奇怪。爸爸明明係咁講話，我冇事嘅，我好快就會好翻噶啦。但係實際上佢嘅身體就好明顯一日差過一日。媽媽成日周圍講話自己搞得掂，但係實際好似每一日都想爸爸快啲走，等佢可以快啲解脫，唔使咁辛苦咁嘅樣。仲不時會脾氣爆發，可發出光與電。但係超能力呢，佢好清楚會有人出版一啲書、一啲說明書，教你點樣去訓練，唔使逼佢打開信箱，內裏得一片迷惘。女主角真正想要嘅超能力，其實係控制自己命運嘅能力，因為全家人都好似相信緊唔同嘅嘢咁樣。女主角相信心靈感應，爸爸走去信抗癌100萬日圓嘅療程，媽媽相信靚仔嘅心靈導師，三個人都想證明自己其實係我真係可以控制到啲嘢㗎，我控制到嘅。呢個故事除咗整個世界嘅存在，仲有無可避免嘅死亡之外，佢冇一個簡單嘅大魔王可以俾主角去打倒。但係成個世界嘅存在同無可避免嘅死亡係點打都打唔贏嘅嘢嚟嘅。你可以做好多嘢去逃避，但係你冇可能真正避開佢哋。父母都愛自己個女，但係嚴重缺乏溝通嘅能力。兩個大人不斷咁樣俾呢隻大魔王纏住，結果冇人有能力真正咁樣接得住個女主角向外不停散發緊嘅感受。於是女主角唯有用自己嘅方法去同呢個大魔王戰鬥。雖然佢都有鉛筆，但係佢真係唔係 John Wick 嚟嘅，佢根本乜 Q 都守護唔到，咩人都殺唔到，只能夠每次都測試唔同嘅嘢，不停咁問，其實我要做啲乜，個世界先至會用我想要嘅方式運作呢？但係人類其實冇資格咁樣問問題嘅，只有希臘嗰啲眾神可以嘅啫，因為佢知道個奧林匹克山喺邊，行上去可以同其他諸神講數，喂，你同我搞翻掂個世界佢咁樣。但係對於女主角嚟講，佢冇咁嘅選擇，佢最多只係可以打去傳言信箱，然後錄音話俾人聽佢係一個想識朋友嘅小學5年級女生。女主角透過傳言信箱認識到一個自稱讀心理學嘅成年男人，兩個人傾咗好耐偈，最後約出嚟見面。佢盛裝打扮咁樣去見對方啦，仲同對方一齊搭電車去咗一個對於11歲小朋友嚟講好遠好遠嘅地方，亦都係嗰個男人嘅屋企。好奇心會害死貓，但係我可以保證呢個世界冇任何一隻貓係知道呢件事嘅。小朋友想被當成大人，當然就會非常之享受有人專心聽自己講嘢。個男人非常之靚仔，完全超出一個金魚佬可以擁有嘅靚仔範圍。但係正正係咁，先至顯得出女主角有幾危險。入到男人嘅屋企之後，個男人幫女主角刷牙，甚至越挨越埋，用資訊嘅差距去佔對方嘅便宜。因為個男人肯定知道每一下佢嘅動作其實代表緊啲乜嘢，但係對於1987年樸素嘅11歲女主角嚟講，佢淨係知道呢單嘢唔對路，或者呢啲唔係佢想要嘅嘢，但係佢冇辦法掌握自己嘅命運。嗰一刻，佢嘅命運全部掌握喺呢個成年嘅男人手上，而佢發現佢根本冇真正認識呢一個掌握佢命運嘅男人。然後男人嘅阿媽早咗翻屋企，多謝編劇之力，阻止咗無可挽回嘅事情發生。聽我講得多嘅都知啦，我好少可會多謝編劇之力嘅，通常我都係屌鳩啲人用編劇之力嚟到解決問題。但係今次我多謝編劇之力，證明我都係人嚟嘅，我都有良心嘅。咁男人嘅阿媽早咗翻嚟，男人立刻將女主角收埋，再趕佢走。女仔嗰一刻就更加唔明啦，點解無啦啦自己會變成咗一啲唔見得光嘅嘢？但係明明佢係冇任何改變嘅個中途。女主角俾嗰個男人趕走咗之後，一個人行翻屋企，但係由於真係好遠啊，你諗下出咗九龍要行翻屯門，真心搞唔掂。最後病重嘅爸爸出現，帶佢翻屋企。呢場戲究竟係真嘅呢？係幻想嘅呢？定係多年之後佢記憶錯亂交錯出嚟嘅東西？唔重要嘅，因為3個答案都指向緊同一樣嘢，
就係女主角喺成人世界最危險嘅地方俾人掉低咗之後，佢需要嘅係爸爸出現接佢翻屋企。現實入邊，爸爸已經慢慢失去保護佢個女嘅能力，所以喺女主角嘅心入邊，無論佢嗰一刻係幾多歲，佢都需要爸爸。佢希望爸爸可以孭起自己，希望可以依靠爸爸。然後講咗咁耐，我仍然係堅持我冇好中意呢套戲，我就係覺得佢中規中矩嘅啫。原因可能係我冇真正咁樣俾電影嘅情緒推動到，我對個女仔冇乜共感。我知道佢好努力用佢嘅方法同世界戰鬥，但係佢嘅戰鬥冇令我去感動。可能係因為我係一個冇血冇肉嘅影評怪獸，所以我先會咁諗。但係唔啱 feel 就係唔啱 feel 嘅。你180高大威猛做醫生 A0 純情小處男，但係我都可以對你 say no 噶嘛，係咪先？呢啲就叫做自主。特別係爸爸走咗之後，當佢嘅英文教師知道佢爸爸死咗，佢嘅英文教師係喊得勁過佢啊！嗰一下我唔明點解去到電影嘅最後一刻，女主角都仲需要壓抑。我希望有多啲嘢可以釋放出嚟。有時我明佢想做嘅就係想做 less is more。但係我唔係梁詠琪啊，我亦都冇去聰明鎮，套戲已經好散噶啦。我希望佢俾多少少呢段最主線嘅父女情嘅一啲釋放俾我。到最後，媽媽同女主角喺火車上邊玩心靈感應，代表媽媽終於肯理解個女一直使用嘅語言。兩個相依為命嘅人開始要互相咁樣去接住對方。而且呢套戲有樣嘢就係佢個 title 回收，我覺得做得幾好嘅。因為喺戲入邊佢一件小事就係當佢去探佢爸爸嘅時候，有個人就喺度賣一啲複製嘅畫，咁就有 Renoir 嘅畫喺度。Renoir 係咩呢？係印象派嘅，佢畫出嚟嘅畫呢係會一點一點咁樣去點嗰幅畫出嚟。咁呢件事呢，其實就同呢個女仔一樣，佢俾咗好多好多一點一點嘅小故事你度去睇。近睇係非常之零碎嘅，但係退後少少你可能會因為咁樣見到成幅畫。女主角只係比我大幾年嘅啫，所以1987年對於我嚟講係有一種差少少，就係有一個係我童年嘅感覺，即係 feel 到呢個係一個我嘅姐姐咁嘅感覺。所以嗰個年代就係一個全家人先至得一部電視仔，一部屋企電話，講嘅時候另一隻手可以去玩嗰條螺旋紋嘅電話線。大人好多嘢都唔會解釋俾你聽，小朋友可以自己周街去，冇人阻止你咁樣嘅一個世界。呢一套電影就係講緊嗰個年代，一個11歲嘅日本女仔點樣去對抗呢個世界，點樣對抗呢個死亡。就算大人唔作出任何解釋空白都唔會係一直係空白嘅。小朋友會用自己揾到嘅材料嚟到填滿佢自己嘅世界，唔好再以為小朋友乜都唔知啦。小朋友知道嘅嘢比你想象之中多好多。細個冇因為打每6秒1號嘅173而俾老豆老母打，但係就因為用網上行上網而收幾千蚊 P 力嘅賬單，然後俾人打。咁樣你知我頭先呢句嘢講緊咩嘅話呢？希望你可以 CLS comments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或者加入我哋成為小寶寶嘅一份子。如果你經濟許可，容許我劫富濟貧請你撳呢個 icon 劫你去濟下我哋。多謝所有會員，特別係仲死極都死唔去嘅行運健康小寶寶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做落去嘅動力。我係阿影，下次再見。